哎，对，就来了，看到了，就这么方便。这个又不花钱，又不花电，你买个电磁炉几百块，对的嘛？你一个月电费100多块，你1年下来电费钱都要1000多块钱，你要把它回正，要不回正就关了，就这么安逸。这个又不花钱，又不花电，而且又方便。你像你上山干活那些，我跟你讲嘛的，像你们在山上干活，提起就走了，那个矮得很，是不是嘛？你下河钓鱼那些，拿起就走了，矮得很。它这个叫空气能的，要哪个？你要哪个？我跟你讲是，我都做不出来，真的，就是说，你不要回上来，直接就可以了，方便得很。还有最后还有舞台。方便撇脱，哪家哪户你都适合是吧？你哪家哪户不用嘛？不要煮饭，不要吃饭，那个周杰伦，后面的电话号码，有地址，新平县民族广场，我跟你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你这个手机都可以来找，快点嘛，对吧？这个是不是细节？又不花电，又不花又不烧菜，又不烧那个，这个是不是？今天专业的技工同志还有个歌送给你，后来你歌都没得了，你去买个歌儿买个那个20块钱嘛，这个不值得嘛，没拿到啊。送给你的，不要钱。今天3个都是一个歌送，后来你歌都没了，2块钱就不打给我，我去水啊。这những cái nổ giờ nó这个叫火哪里赚钱嘛？这个叫火锅配，这个叫火锅配，这个是大家都是吧？这个随便哪里都可以做，你想在哪里就做到哪里，你想在哪里烧就在哪里烧。这个除非任何地点，除非任何长江，除非天前落雨、打雷、下雨都可以用。你说他是压到是台湾我跟你讲嘛，因为很去炒过，他那个一个压到他这个看中国的一个流程跟中国就是这个是研究发明出来的，专利产品，它有广东抗缺的独家生产。这里还讲空气压缩，从空气转化成空气能，空气能转化成热能，在进行燃烧。你说把这个压缩就稍微打下去，身上不能说。chặt ra rồi như thế này chặt phím lại mùa lo mùa mới cho tầm mùa lo phải vua cái là bột chơi cái này kia tẩy cua bóng lại cua cái số tiền trả cho tôi là một cái luôn ta没有烫了。Dạ,